遊覽船由澳帆中心啟航，途經浮山灣、匯泉灣、青島灣，層層疊疊嘅海浪，逐浪飛舞嘅海鷗，構成海天之間最美嘅畫。隨船遠航，太平閣、八大關、五四廣場等地標建築盡收眼底，近百隻海鷗喺船嘅四周環繞，遊客可以近距離同海鷗接觸，感受屬於青島嘅城市浪漫。我們來這裡看一看海鷗，到看看大海，感覺挺好的。大美青島，好客山東，感覺很好，挺刺激的，有那種浪淘沙那種感覺。之前從來沒有坐過這種船去餵海鷗，之前就是在天橋邊上，一個就是離海鷗能比較近，第二個就是海鷗一起飛很壯觀。船程一共8海里，航行時間大約80分鐘。喺特別節日期間，呢度仲會推出夜遊浮山灣、澳帆中心至海底世界等10幾條海上觀青島航線，俾大家全方位感受青島嘅海洋魅力。